大家好，我係 Wow A 嘅升學顧問 Licky，今日嚟參觀一間被譽為全球歷史最悠久、好多學生夢寐以求進入嘅英國公學 The King's School Canterbury 國王公學。搭火車去倫敦只需要1個小時，學校亦都係英國名校集團 Eton Group 伊頓集團嘅成員之一。今日除咗係睇學校之外，我哋仲會去了解更多關於國王公學嘅全新夏令營課程。咁我哋依家就嚟到 The King's International 入邊嘅其中之一個班房啦。咁喺夏令營嘅時候咧，都係由呢一間學校嘅原校嘅老師去做教學㗎啦。Mike 啦，呢度嘅夏令營總監有同到我講話，想俾學生一個 full King's 嘅 experience 啦，即係原本學校有嘅嘢都會帶到俾夏令營嘅學生啦。學校都係實行小班教學嘅，咁一班就大概係最多都係啦12個學生左右啦。